全球華人流行金曲歲月流星大匯演，而家喺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舉行緊啦。係啊，大家都睇到啊，由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親臨支持，同我哋總會所有嘅 committee members， 我哋23個分會世界各地嘅樂師、歌手同埋嘉賓喺尖沙咀鐘樓文化中心遊行至到演出場地舉行開幕典禮啦！細妹啊！好，請大家唱歌。好中意 Sam 區嘅歌嘅係咪啊？你而家企中間，我企你側邊嘅啫。大家好啊！今日首先咧，一個今日開心係首先要多謝咧係全球華人流行音樂總會係星景安嘅創會會長，同埋多謝我好朋友盧敏儀請我嚟。今日而家呢個咧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同埋全球華人音樂金曲大匯演呢個活動，非常開心嚇，係可以同大家咧一齊分享我嘅喜悅。咁啊，請你先，我而家係局長啦，政治人物啦，攞住個咪咧就放唔低㗎啦。你其實咧嗱呢樣嘢咧就唔怕講句啦，你其實不嬲咧攞住個咪都放唔低。如果有你喺度咧，我哋啲司儀全部都唔使做㗎。不過我就知道一樣嘢，就係只要大家跟個心去講自己心嘅嘢，就乜都唔怕講，係會講得好感人嘅。啱啊，好啦，咁啊都講翻呢個係即係金曲呢個係華人流行金曲對我影響係點先啦。咁啊，首先咧其實我可以話咧，我今日嘅性格、我嘅價值觀、我一啲嘅睇法咧，全部咧都係從呢啲嘅流行金曲嚟嘅。如果你唔信，我唱俾大家聽好嘛？咁認識嘅人都知咧，我講嘢都走音㗎啦，唱歌就唔方好啦。咁但係咧，大家俾啲掌聲，啲金曲唔好俾掌聲我啊嘛。咁嚟到呢個咧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同埋全球華人音樂金曲大匯演呢個活動，非常開心嚇！我今日嘅性格、我嘅價值觀、我一啲嘅睇法咧，全部咧都係從呢啲嘅流行金曲嚟嘅。首先大家知道我呢個人咧好正向思維嘅係嘛？咁啊點嚟嘅咧？就有聽到林唱一隻咧叫《誰能明白我》，聽唔聽大家？我明白着前路去，追趕理想旅途長，前行步步懷自信，風吹雨打不退讓。好正，好啦，唔啱嘢就要講啊，話人就要拉啊。咁啊，呢個性格係點嚟嘅咧？完全無懼畏障礙，天天俱進挑戰，衝鋒奮身不要我執馬搶先。跟住嗰幾句先犀利喎！一生擔承恨愛，一生不疲於天，讓真理光耀我心，不肯有怨。解釋怎可報盡親恩，愛意寬大是無限，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如果走到這世界端端，我倆已是無力前行，我一起飛去。做個勇敢中國人，熱血